位于南区昆新的龙岗国小创立伫民国10年，学校对顶礼拜办理一系列99周年校庆的庆祝活动，包括新校舍的落成加图书馆的启用。市长黄伟哲、立委林俊宪以及座位的议员贵宾，拢到场为学校来庆祝，并且主持新校舍的启用剪彩。3、2、1。龙岗国小99岁生日快乐！希望大家都快乐长久、长长久久，平安长长久久，都能跟龙岗国小一样长长久久。明年就是100岁，我想100岁也99岁也很厉害，100岁更厉害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喜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但是最重要，祝龙岗国小生日快乐！龙岗国小校长陈彦良表示，新校舍对民国107年8月来开工，总经费大约开了6600万，不但教室耐震，而且通风采光拢真好，加上户外佮融入海洋的意象，设计浪花阳台加帆船的户外梯具顶，相当有特色。会中校方嘛特别颁奖，感谢建筑师甲营造厂，互学校充满建筑的新风貌。而且佮得到今年公共工程优质奖的特优，是全市唯一由学校主办、理获奖的学校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